服務員，點單。我这床早上刚铺好的，怎么又乱了？哎，露露，哎，下来帮我一下。哎，来了。这个贱人肯定是把东西放在身上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，薇薇女神？吃饱喝足了，这回您的气儿消了没啊？看在这次你略带诚意的份上，勉强消啦。哎，说起来啊，这家菜是贵，但是口味不错啊。口味当然不错了，你也不看看牛排多少钱一份，我心绞痛都犯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一会儿不着急回家吧？不着急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逛街啊，还怎么了？又逛街？是，去不去？一定要陪我。我腿都快断了。怕不了。走吧，亲爱的，我等不及了。快点儿，走了，逛街街了。好。安安，让常志成来我办公室一趟。